先到每 capital，當我擺上車平台，現在是皮令報告簡要事務。我估計佢我大利亞之地好馬路有數呢啲協議，我做那個經濟應承佢貿易統統，包括互相經營與華天用權跟所有產品，那個也重視啲經濟應承對話機制，應可其跟動應對未來貿易挑戰。第三條，當成嘅政權當務可規範我國，最壓力作為我國前最繁忙的大海域組織，以頂自己力調當成嘅政權之一。國防部發文告表示，終於係攻擊嘅禮拜四舉行儀式，歡迎當務可返訪。本地數禮拜新增加3期，每近8年，使我國今年來嘅累計8年達到27期，跟去年總年8年提並。根據去年版關於國最新發布嘅惠州去年版報告，今年頭13個禮拜嘅每近累計8年，也比去年冬季嘅7期多出總共10倍。本地投訴者據報完成嘅公共交通關愛備洪中心將未啟用。去年正常英文以更加關懷跟中等嘅態度協助對必須要嘅乘客。記者有新接往新加坡芭蕾學院以及新加坡協助贊助者跟動視力嘅中心坐落在視力大芭蕾車窗。新英學士學院發布嘅最新數據顯示，本地員工在自動學習方面表現不如其他發達國家。為3個員工中端只有10幾人每個禮拜下參與自動相關學習，數據低於美國跟瑞士等等國家。為了加強本地嘅自動學習文化，新英學士學院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佢員工培訓、學習如何創新。本地政地應有認定，在當應陸續期間，應主動處理客戶3萬元款項，你sans書定判除3萬元罰款，照顧被對面經營等處罰。歷史議會嘅認定，目前也嚟反對動移民之星嘅比最多，跟移民聯盟比最多。基隆談判代表團多達8個社團首都義區南部，準備跟美國展開和平談判。不過，基隆電梯在會談上必須先解決被凍結嘅罪上，並且推動黎巴嫩停火，為談判增添變數。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無論伊朗是因你配合，或與目珠係去興下就亞中心開火。特朗普在馬里蘭州安大路斯聯合基地發表講話時指出，就8個社團嘅美國談判代表團少有應學是確保伊朗無法攜帶核武器。簡要新聞報告完了。